感谢上届专业的气象报道。这个寒流发挥着威力，加上水汽充足，宜兰的太平山落雪了。有不少朋友到山顶去走一暝，总算看到落雪，是欢喜甲袂过哩。话讲实在是真幸运。甚至有这个大学生啊，人讲囡仔人尻川三斗火，唔惊寒，穿短袄啊，搁赤膊体，挑战着零下2度。啊，台湾第一高山玉山是出现着雾凇，台语讲树挂，真水哦。另外，这个台北市的大屯山虽然真冷，但是无落雪，互透雨就山的朋友失望了。太平山顶的气温上低到零下2度，叶仔拢结冰条，一片白茫茫，白输是电影的景致，阁会使做细红仔，互民众是真欢喜。惊喜，真的没有想到会下了这么多。有大学生3更半暝就冲起来，欢喜开始耍雪。不过嘛有民众是2个月前就预定，原本只是想要爬山，想袂到山以外等到落大雪。我真的觉得老天爷对我们太好了，这是我们在台湾的第一场雪，而且白雪茫茫的，真的有厚度，所以你说我们是不是太幸运了？嘛有学生无咧惊，外套脱落来，直接穿短袄咧冻寒。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？因为大家都穿长袖拍，我们觉得太无聊了，需要穿短袖拍。要跟大家不一样。对，少年换少年，不过嘛是卖寒着。镜头来到玉山，早起的温度上低到零下5.7度，虽然无落雪，不过嘛有一片水水的雾凇通看。啊那大屯山体感是0度，不过早起8点观测是1.5度。专工上山想要看雪的游客无看到，难免会失望。就觉得好可惜哦，因为毕竟是在就是在阳明山大学最后1年这样。寒流发挥后，台湾罕的阁有雪通好看。不过，不管你是不是有出门，嘛是同款迄句话：穿好少少，莫寒着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